新北市有一桩遭受家庭暴力，这个某太翁的案件，正做头一桩国民法官参与审判案件。经过3天的审理了后，合议庭认定，这太翁的负责人虽然有自首，但无完全符合会当减刑条件，就被判以7年2个月。着国民法官表示讲，惊家己的法律知识无够，而且规定的资料真济，需要开真大气力去了解。袂敢登记，互人家暴姓贵的负责人，去年11月趁红菜伫困，甲人刣死。这件杀人案，新北地法院加入国民法官开庭审理，而伊判决姓贵的负责人有期徒刑7年2个月。站在同理心，给了我们这个判决，我想这是他可能真正需要接受到的正义判决。但是，因为我们年纪都很大了，这么长时间的服刑下，除了身心煎熬，身体也不知道会不会照顾得很好，我们都很担心，不知道将来还有没有见面的机会。犯下杀人同罪上关键的量刑问题，是毋是会当减刑？检辩真济届攻防，甲要合议庭认定姓贵的负责人敢若符合自首要件减刑。毋过，规件案件是全台湾头一件国民法官参审，对审检辩甲国民法官拢是新的挑战，为审理到宣判特别互人关心。所以他们有时候在用字遣词不会这么的精准，但实际上他们要掌握问的内容跟方向都很贴切。好，那有些可能就是他们的想法角度会跟我们不一样，所以他们的思考的点有些是我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。问问题的时候，你会先准备好要问什么问题啊？只是就是他回答之后，你准备好下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你会心里有空白，你就是哇，突然不知道问什么了，对啊，然后就可能就比较问的莫名其妙一点。有国民法官讲，开庭审理的时阵加减会紧张，都惊法学知识不足。原来有人提起法庭有真济资讯，敢若理解都真了精神。即马新坐上路，高庭法院累计超过40件牵涉到杀人甲啉酒赛车致死的案件，会由国民法官甲职业法官做伙合审合判。因为采密集审理并短时间宣判，嘛考验审检辩甲国民法官的耐心甲耐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